耶和华是应该而乐的，因为伊听我恳求的声。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到帮赞。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而乐伊。三甲来吟圣诗126首，美妙主耶稣，请咱起立。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别岛林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58篇，罗马书第8章。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伫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对咱的疼。咱同心来祈祷。
天阮的上帝，感谢你用慈悲、仁爱、和宽待阮，互阮无因为罪缘故来灭亡。恳求主耶稣基督的真光照入阮的内心，让阮通伫阿爸爸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求你也赦免阮言行举止无合你心意的罪。伫阮悔改认罪了后，求主使阮有新的气力来离开罪，无搁犯错。愿你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单单自信伫主耶稣你的身上。创造阮生命的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来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你差遣耶稣基督降世，倒成肉体做阮的模样，互阮通领受你的呼召，活出基督样式的生命。毋但伫今世做上帝国的见证，阁互阮有永生的愿望。主啊，当阮今仔日来领受圣餐的时，求你互阮用谦卑甲感恩的心来纪念主耶稣为阮牺牲的生命。这饼甲杯是主恩典的记号，互阮通搁一摆少念基督的疼，甲伊为阮所付出的代价。求你洁净阮的心，互阮通会当来领受，搁互阮伫基督的内面彼此相疼、合一，成做一体。也求主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领受圣餐的时，重新得到开力，继续行上帝你为阮备办的道路，听候主你搁来的日子。想使活命的主上帝，你无看轻阮的卑微甲软弱，你爱阮温群为你做工，求你感动阮有甘愿服侍的心，也求圣神感动引带阮行阮该行的道路，互阮伫逐款的环境中不断来仰望你，听候上帝你的指示来动工。当阮信心软弱的时，恳求你，互阮经历基督的恩典，通回应顺服你的呼召，互阮的生命成做甲基督同行的故事，也互人会通对阮的生命中看见基督，成做正人的祝福。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先乐队要用诗歌，主的听极深极广，带咱来敬拜。
三甲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1章第2节，以及第3章第1节。何西阿书第1章第2节，上主头一遍对何西阿讲话，讲：你去带一个淫妇做某，收伊对淫乱生的囡仔，因为这个地方充满淫乱，离开上主。第3章第1节，上主对我讲：你着搁去爱迄个对你无忠实的查某人。伊现在有一个情人，虽然以色列人去拜别的神明，爱食祭偶像的葡萄干丸，毋过我要疼因，你嘛着安尼疼即个查某人。愿上帝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讲道，当牧师所要传讲的题目：何西阿甲告别。咱搁同心来祈祷，听谈天父，当搁到神圣安息日，阮拢来亲近你施恩的宝座。愿天父接纳阮切切信无疑的心，互所有参与敬拜兄弟，拢得到感动、造就甲采用。荣光归伫至高的天父，平安归乎阮的兄弟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大家平安。今日我的主题是何西阿甲告别。以色列人伫主前931年分裂做南北两国。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伊是先知呢，上帝代言人。但是伊讲的话无人要听，搁爱互糟蹋。伊亲目看见伊的国家以色列国去互亚述帝国消灭，伊非常的艰苦。还佫一项，伊的婚姻、伊的家庭，嘛互伊足痛苦。无先知者亲像何西阿遮操的啦，做上帝代言人足辛苦，去甲君王讲，去甲百姓讲，佫着互糟蹋。安尼，还着为着婚姻甲家庭操心。何西阿真悲情，伊是上伟大的先知。今日圣经节一个开始，上帝呼召何西阿以后，就甲伊讲：你去娶一个淫妇做某。我这足严重呢！圣经对旧约甲新约，拢讲毋通行奸淫啊！你若甲淫妇做伙，你就是行奸淫啊！上帝敢是足疼伊的工人，伊太要安尼糟蹋何西阿。何西阿，你去娶迄个淫妇做某，迄个就是告别。是安怎告别？互上帝讲伊是淫妇，啊！你去娶淫妇做某。何西阿，你真正遐尼爱告别吗？你也去爱伊，甲娶来做某啊？只有一般3种解说：第一，这是灵性上的行奸淫，就是拜偶像，告别拜偶像；第二种解说，真正是淫妇。但是上帝念头较悬咱的念头，生活中上重要的是顺服。第三项非常感动人的解说，
这点可能是上接近事实，我嘛安尼相信。何西阿甲高密可能从少年的时阵就熟悉，因是青梅竹马、初恋的情人，安尼意思就拢无共啊。何西阿爱高密入骨，高密头仔一定原来爱何西阿入骨，但是后来毋知什么时间、什么原因，高密对了，行奸淫，非常难杀。上帝讲何西阿，你遮尔爱高密哦，施主我爱高密，那爱甲带转来做某啊，啊你会真痛苦哦，伊遮尔难杀，伊会甲你生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拢毋是你亲生的，你嘛爱接纳即三个囡仔，当做你亲生的甲养饲，你会真痛苦。安尼你还阁爱伊吗？是啊，主我爱伊，去甲带转来做某啊。何西阿真正带高密，高密阁答应要嫁何西阿，但是继续难杀，生三个拢甲别人生，何西阿情何以堪？这可能厝边隔壁拢知，全地区拢知，叫何西阿免做人。第3章第1节，上帝佫甲何西阿讲：你佫去爱一个淫妇，这个嘛是高密啊！伊男三甲离家出走，放翁放囝，去外口逍遥自在，四过去南沙。上帝讲何西阿，你还佫爱高密吗？主啊，我还佫足爱伊。去甲带转来啊，去甲找转来啊。何西阿真正去找，迄是无性命的危险呢。因为高密可能去用乌道的控制，伊毋若去找呢，就爱佫甲买转来呢，甲赎回。伊用一大堆的大麦，当时主要的粮食，还佫足侪金钱。去甲何西阿赎回，去甲高密赎回，何西阿去甲高密赎回，甲买转来。迄毋若找转来，迄是甲买转来，而且无性命危险。何西阿对高密的听，真正无底看，真伟大。伊就甲我结婚啊，婚前就乱来啊，婚后生3个啊，拢甲别人生，还佫去乱来。我既然听伊，我去甲找转来，甚至甲买转来。何西阿可能并无好业，爱去借钱，才有法度用一堆粮食、大麦、大麦，还佫一堆金钱去甲买转来。第3章以后，无阁讲起因两个的感情问题，真有可能高密看见何西阿遮尔爱伊，一摆搁一摆，无数摆赦免伊，搁去找伊转来，甲买转来。咱来看一张 PPT。咱来看一张图片，这是画图家画的。这个美国的画家，伊相信何西阿甲高密的关系就是安尼，青梅竹马，终生不渝，一世人袂改变，去甲找转来。
高灭，规身躯拢伤啦，伊心内、伊心灵嘛拢受伤。何西阿甲抱转来，过来可能高灭真感动，何西阿对伊的真爱，何西阿对伊的赦免接纳，伊过来真有可能就是只有何西阿甲因的家庭无搁再离开。上帝对世间人的疼吼，新约用3项来甲咱讲。第一，上帝对咱的疼是疼就疼到底啦，爱就爱到底。约翰福音13章，耶稣知影家己的时候已经到，知影伊伫要受难。既然疼世间属我家己的人，就疼因到底，疼伊的门徒，疼就疼到底。第二项，上帝疼，无人无啥物会当过当。保罗伫罗马书8章38节、39节，今日读会起用甲咱讲，上帝对咱的疼，无人会当过当呢。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亡的款式，无论是倒一个天使，无论是倒一个掌权的，无论现在，无论将来，无论天顶地下，无人会当切断上帝对咱的疼。保罗嘛伫哥林多前书13章甲咱讲，上帝对咱的疼是永远袂无去，永不止息。这3项吼，疼就疼到底，无人会当过当，永远袂无去，是咱用一世人来学习的。何西阿都做到了，伊拢做有够。何西阿拢做有够。高灭违背何西阿，拄啊亲像以色列人违背上帝。何西阿赦免接纳高灭，拄啊亲像上帝赦免接纳以色列人，嘛是亲像上帝安尼赦免接纳全世界的人。何西阿对高灭的疼，就是安尼啊，疼到底。无人会当过当，黑道的我嘛甲你拼，永远袂无去。上帝是疼，何西阿完全学习上帝的疼。历代的圣徒，现代的圣徒，我相信有真侪人做会到这3项疼。爱就爱到底，无人会当过当，永远袂无去。愿咱互相勉励，会记得上帝的疼，学习伊的疼，学习伊的顺全，就是伊的完全。咱同心来祈祷，疼痛的天父。你对阮的疼遮深、遮高、遮大，超过阮的想象。你疼阮就疼到底，你对阮的疼无人会当过当，你对阮的疼永远袂无去。愿圣神帮助阮学习何西阿的疼，亲像伊有学习阮伫天里的爸。祈祷感恩，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过来，今日是
台南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的纪念主日，咱来看一个因的影片，来回想关心伫家协上课的日子，我真正是深深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大大充满伫我的生命中。回想伫家协上课的日子，我真正是深深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大大充满伫我的生命中。嘛捌陷伫不罪的陷阱内底。一段时间，大家好，我是台南家庭协谈中心的学员。我捌行过生命的山谷，嘛捌陷伫不罪的陷阱内底。迄段时间，我甲囡仔的关系真紧张，嘛因为一寡的原因，对信仰家协成长，互我有一段时间，因为感觉家己需要有改变。伫调整的过程中，想到教会捌牵定过家协成长团体的课程过程，每一节课拢真实用、真感动。伫团体中，阮会当放心讲出心内的话，彼此陪伴、彼此分担。老师的引带甲提醒，互我晓悟着家己时常用家己的角度来看待别人。这是自我需要改变的事。透过课程中的演练，互我更较明白，什么时阵需要听别人讲话，什么时阵爱清楚表达，嘛是婉转的拒绝。这个课程帮助我放下甲骄傲，伫上帝的面前真心确实顺服，互我慢慢行出油门，而且伫人际互动中。有搁较侪体贴甲包容，会当讲出合意的话语。每一档的课程，我拢积极参与，同学的扶持、鼓励，做伙学习，互我搁较有勇气付出行动，做改变。意将这份被疼惜的恩典分享给更较侪人，因为文献教会杨牧师甲教会兄弟姊妹的关心，我搁转来教会，专心敬拜上帝。只要是会当服侍上帝的事工，我拢愿意尽力去做，真做主所欢喜的做。那行伫信仰中，我就哪有信心甲毋茫。即摆。真感谢家庭协谈中心的邀请，互我录下这段感恩的分享。对我来讲是挑战，是学习，嘛是使命。愿上帝的恩典同款享受互恁，多谢大家。牧长主内所敬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台南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主委陈顺嘉牧师，伫遮代表家庭协谈中心。大家请安，感谢上帝的带领，让台南基督教家庭协谈中心顺利完成2025年所推动的事工。特别感谢台南中会正教会甲牧长兄姐过去一冬来对家庭协谈中心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因为恁的关心以及积极的奉献。互中心会当继续做真侪美好的事工，恳求主帮赞，期待互台南地区因为家庭协谈中心的事工得到福气。家庭协谈中心对开设以来，持守基督信仰，服务教会甲社会，为着教会甲侪家庭提供及时的支持甲帮赞。特别关心心灵孤单、生活充满不安、惊吓的兄弟，互因的心对主耶稣得到恢复甲平安。期待正牧长甲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家庭协谈中心带导甲奉献，互家庭协谈中心的事工会当顺利推展，来荣耀上帝，利益众人。感谢大家。愿主的恩典常常甲咱同在。
这时，咱要来信仰告别，三甲来吟圣诗354首。咱人既然带罪出世，咱吟第1节到第3节。愿你的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死人中过活了后，也袂像天的大圣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伊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教示因遵守，佮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要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佮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你讲，你着深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师来结连伫基督。但愿有。你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请你用应答来回应牧师所对你问的，请你用有来应答。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实。佮愿你的神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佮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这时咱请会众起立，牧师来宣告。但愿有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用这么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求你用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也用恩典赏赐伊。
互伊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伊，互伊为征战信仰的好征战。愿你的气力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疼，搁互伊为一世人服侍你。愿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为搁较明白洗礼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你甲阮亏欠领受洗礼运费。求你，互阮为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担了后，通做你好搁尽忠的奴仆。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会众请坐。这是教会要来颁发洗礼证书甲纪念的圣经。这时，咱要请教会长老来进行手礼接纳。站中间就可以了。来，老师来做简单的介绍。戴元勇兄弟是为你公会洗礼，转会籍来属于咱的教会，所以今日伫遮来举行这个信仰的告别。咱用拍鼓来欢迎伊，也祝福伊。好，请坐。咱线正要举行圣餐，三甲来吟圣诗367首，受主赎回，受主医治，由原第1节到第3节。盖子要先打开吗？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日属伫伊的教会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假使你若是还未成人洗礼，兄弟姊妹，请你用祈祷的心，做伙来进行暂时你无摕即个饼甲葡萄汁。上帝平安，甲你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若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见若着我担当大，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我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做伙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献祭，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大家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洗里面。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教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搁一摆同心来感谢，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也感谢你，通过圣餐领受，互阮有份伫耶稣基督的救赎，互阮既若病痛的通得到医好，软弱的通得到坚固，心灵痛苦的。有主你的平安，甲阮三个伫地。主，阮的上帝，阮也欢喜谦卑，搁一摆将阮本身奉献予你，恳求你欢喜来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呾以后通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们做伙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请坐。这时我来报告小会公告，咱本会小会伫4月19举行蒙德礼，接纳戴元佑接受伊的信用告别。教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是家庭协谈中心的事工主日，奉献主日，愿咱会当为因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点，今仔日举行圣礼典，咱第1堂礼拜中举行告别信用告别甲圣餐，第2堂的礼拜也要举行圣餐。第3点，5月初1是劳动节，办公室同日休困1天。后礼拜是部会周，请各部长调集部员来开会。5月17伫第2堂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咱遮的资料，请伫5月初6进前来交予干事。第5点，社福部伫今仔下晡2点到4点，要举行咱大礼拜堂建堂100周年的讲座，特别邀请李洪基教授要来分享，愿咱若有时间做伙来参与。第6点，咱教育部甲台南中华教育部伫5月17下晡2点到4点，要举行主日学的师资训练会专人的教育培训的课程，邀请王灿成牧师要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第7点，教会101的展场，咱为着要互设备更较完善，互咱大家有舒适的参观的所在吼，所以咱有伫即个做一个义卖，愿咱来支持即个展场整修的事工。目前咱刘老师伊的作品今仔日阁有新的来加添，欢迎大家前往来观赏。第8点，2025年咱的奉献证明已经出来，确定礼拜煞去办公室的头前来领取。咱的发展中心即个推广协会伊的收据也拢出来，也有奉献的，请去到办公室来领取。114年度第2学期的奖助金也审核完毕，请咱家己来过目，有通过的人来看周报。以上报告，介绍请文忠牧师。感谢主，今仔日有几若位咱礼拜来兄弟姊妹吼，因拢来参与咱即场圣礼典，甲元佑恭喜吼。第一位就是元佑的小弟戴元福兄弟，欢迎你来。原来你的小弟也遮少年吼。第2位是元佑的同事，是较早伫圣兰尼的同事吼，弟弟的同事，迄个元福南尼圣兰尼的同事陈明良先生。这嘛少年的帅哥，你拢伫圣兰尼哦。赞，嘿，这一定是真受欢迎的老师吼。过来是李泰祥老师伊的囝新妇甲查某孙吼，李义清先生、林千金小姐吼，跟李雨乐小姐，因全家拢来，欢迎。还佫有一位特别来宾吼，蔡琼怡小姐吼，伊是初信的，较著名。
伊嘛是企业家吼，企业家，欢迎。希望恁以后常常来遮参与敬拜上帝，欢迎，谢谢。三个来读咱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煞只请咱做伙读2摆。搬过这前，耶稣知伊离开这世间，转去爸兄的时间已经到。伊一直有听这世间属伊家己的人，就听因到底。约翰13章1节，请咱做伙读2摆，请。搬过这前，耶稣知伊离开这世间，转去爸兄的时间已经到。伊一直有听这世间属伊家己的人，就听因到底。约翰13章1节，搁一摆。搬过这前，耶稣知伊离开这世间，转去爸兄的时间已经到。伊一直有听这世间属伊家己的人，就听因到底。约翰13章第。三个来吟上营圣诗389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